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10号。這一期啊，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今天啊，好像年前啊，這個關於樓市的這些新聞吶、消息不太多啊，有的也是什麼一線城市二手房回暖。你比如說啊，北京的樓市救市的風又吹起來。華創證券認為啊，說二手房邊際改善，銷售降幅收窄，價格環比跌幅收窄0.12個百分點，掛牌量下降，但改善主要受季節性和春節錯位影響，新房壓力仍大，銷售降幅擴大至負的45%。虽由高端改善盤入市推動價格上漲，但庫存比去化周期從78個月延長至84個月。觀點指數監測數據啊，說一線城市租金均值環比微漲。2025年12月，重點50城住宅租金市場表現整體弱穩。什么一線城市租金均值環比微漲至76.7元每平米每月，核心驅動力來自於北京租金的逆勢增長。具體來看，北京以86.69元每平米每月平均租金成為唯一環比正增長的一線城市，剛需居住需求穩定形成支撐，但同比仍調整22.7%，滬深廣3城租金環比均呈微降，環比跌幅均控制在1個百分點以內，市場仍處於以價換量階段。確實啊，這個進入2月份呢，各地啊救市措施啊出的也比較多。2月9日，距離除夕只有1周時間，重慶發布了救樓市措施，關於發揮政策集成效應穩定房地產市場通知。措施一共有22條，從盤活存量、優化供給、刺激需求等各個方面全方位發布措施。26年啊，各項房地產救市措施會繼續發布。以往多年從來沒有在春節前啊發布救樓市措施，現在就連春節後都等不及了，在春節前發布，只能說明這件事情很重要、很着急。政策啊應出盡出啊，能早出就早出，根本等不得這個春節後再說。重慶出台這22條有沒有用呢？這個另當別論啊。反正現在各個地方政府救樓市都是出一攬子措施啊，這一攬子措施你把它研究明白也不容易啊。對韭菜來說啊，只想一個措施，就是價格便宜。而政府出的這些救市措施呢，除了價格便宜這一塊沒有，其他都有，五花八門，多多少少有點這個雞肋的意思啊，叫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韭菜就希望对吧，市場價1萬，你能降到5000，降到7000也行吧，這韭菜的就買了。你別給玩那些虛的，什麼契稅返還吶，什麼生2胎給補貼多少啊，對吧？1平米房子給你補貼500呀，就玩這種。當然了，這個江蘇啊也出台了救市措施啊。中國消費者報報道說，南京約談多個違規涉房自媒體賬號和經紀機構。近日，南京市房產局會同網信公安、市場監管等部門，針對部分涉房自媒體及房地產經紀機構存在涉房信息發布違規行為，對鄰居指南信息諮詢等6個自媒體賬號運營主體以及秦淮區這個什麼諮詢中心啊等等啊進行約談，要求各賬號及機構立即開展全面自查自糾，及時下架違規信息。這個也是救樓市的措施之一啊。按照這個專家孟小蘇的說法，要打擊這些唱空的這是別有用心啊。當然了，說到這個孟小蘇啊，我剛才又刷到他一個視頻啊，大家看視頻。今天我們談談樓市復甦中量價齊漲的普遍規律。最近有一種說法流傳，說美國啊、日本啊等國家的樓市復甦都是只漲成交量，不漲房價，說價格非要等到2年或3年之後才慢慢上漲。這種觀點不僅和歷史事實不符，也違背了基本的經濟學常理。今天我想用歷史事實，特別是我們親身經歷的中國香港與內地的市場案例，來清楚地闡明這個問題。首先，量漲價不漲的說法不符合香港的情況。2003年，我親自參加了香港特區政府救樓市的全過程。那個時候的香港樓市已經經歷了自1997年開始長達6年的急劇萎縮，市場信心極為低落。2003年9月，在我和香港特區政府的一些官員商談如何做的過程中這個香港媒體聽說這個消息，他們就廣泛的報道說，孟小蘇帶着中房公司的200億元
較收購香港2萬套居屋，極大的振奮了香港市场。這個效應是非常明顯的，可以說立竿見影。在報道出台的第3天，樓市成交量就猛增了3倍，隨即香港市場就出現了明顯的房價上漲的行情。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它證明了在市場低谷期信心的決定性作用，以及居民信心一旦恢復，交易量和價格會如何迅速產生聯動反應。那我們再看看美國的情況。2012年它正處在次貸危機後復甦的階段，那一年美國的新房和二手房的銷售量都大幅度增長，其中二手房的銷售量創下了2007年以來的新高。與此同時，全美的房屋價值在當年就上漲了 5.9%， 是2006年以來的最大的年度漲幅。這是一次全國性的同步發生的量價齊漲，而並非是有些人說的成交量單獨跑在前面，價格停滯數年那樣一種不存在的情況。這種推动力來自歷史性的低利率和積壓需求的釋放。量價是工藝復甦進程中的2個輪子，它都轉起來了。另一個被有人提及的例子是說日本的市場在過去失去的20年裡長期低迷，那確定的復甦轉折點就是在2013年他們實行安倍經濟學之後，那種超寬鬆的貨幣政策激活了交易活動，特別是東京等大都市圈，它的投資和交易量顯著的回升。與此同步的，日本全國的地價開啟了連續多年的上漲進程，東京都市圈的新建公寓均價也隨之進入了上漲通道。這同樣是一個由強政策驅動、交易活躍度和資產價格共同回暖的過程。那說完了境外的情況，而大家最熟悉的案例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吧。你看2015年到2016年那時候我們中國內地以去庫存為起點的房地產市場回暖，相信大家還記得，那正是量價齊漲的規律的典型教科書。我們還記得那時候的數據吧，2015年底房地產市场回暖，新房成交創下歷史新高，一線城市量價齊升的態勢最為明顯。當年11月，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價同比上漲了 28%， 二手房的成交量同比增幅達到了 54.5%。 这种態勢是被房價的明確上漲所導致。到了2016年的1月，深圳新建商品住宅的價格同比漲幅就達到了驚人的 52.7%， 清晰地展示了這種量價齊漲的情況。隨即就開啟了向其他城市的傳導機制，北京上海深圳率先領漲，這種新房均價邁入到了新階段。這種市場熱浪很快從新房市場傳遞到了存量房市場，隨後上漲動能向熱點2線城市蔓延，像南京、廈門、蘇州、合肥這些城市輪流引領上漲，最終形成了一個從中心到外圍的這樣的復甦擴散圈。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傳導核心驅動力之一正是價格上漲信號對市場預期的根本性扭轉。當一線城市出現了明顯的價格上漲的時候，它向全國的购房者釋放了一個強烈的信號，市場底部已經過去了，房價不會繼續下跌了。這個信號徹底改變了觀望者的心理。正如專家們所指出的，在中國居民是買漲不買落的這種心理下，在這之前被壓抑的剛性需求改善需求迅速的就停止了觀望，紛紛的就湧進了市場。價格上漲不僅不是阻礙，反而成了推動成交量進一步擴大的催化劑。寬鬆的貨幣信貸政策為這股熱潮提供了充分的流動性支持。這不是一場典型的由價格上漲引領預期，由預期推動成交量，兩者互相強化並梯次傳導的全面市場復甦嗎？所以我要說，分析房地產市場趨勢必須尊重事實和基本規律。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和發展離不開堅實的信心基礎，而成交量和價格的同步積極變化正是市場信心回歸最真實、最可靠的信號。歷史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們，當量價齊漲的勢頭出現的時候，我們需要的是理性認識背後的規律，不能用違背常理的自編說法去否定它。這個
孟小叔說的，你感覺好像他也没什麼錯誤啊。他对比了美国、日本，甚至还有香港的楼市啊，借鉴這些經驗。但是啊，这是按照我的觀點啊，就是他這種歸納呀，還是有問題的，因為他沒有對比啊，就是中國當下的這個經濟結構、經濟背景、生態，對吧？沒有跟美國當時或者日本當時，甚至比如香港的樓市跟當時環境沒有進行對比，還有人口結構，對吧？還有這個社會是在往上走還是在往下走？我們不能忽略的，美國2008年危機的時候，美國的這個科技它異軍突起啊。別的不說，一個英偉達這麼多年掙了多少錢、多少利潤吧？一個蘋果掙了多少利潤？咱們這兒有這樣的企業嗎？從2021年恆大一爆雷以後，出現過這樣的企業嗎？賺了全世界的錢，你都沒有，你就老是去比那些。我說了，這個變量有8個變量，他只看4個，把這4個變量一對上，哎，人家漲我們就要漲，那剩下的4個他不看了。樓市復甦過程中啊，量價齊漲是一種不變的經濟學規律，對吧？這個孟小叔他想通過這個香港啊、美國、日本還有中國2015年到2016年的歷史案例進行論證，強調市場信心和政策刺激會同步驅動成交量與房價上漲。這種論點啊，雖然有一定的這個歷史依據，它也是對比美國、日本，但是存在明顯的機械類比和簡單化傾向，也就是咱們經常說的叫刻舟求劍呢，對吧？尤其是應用於中国樓市時，忽略了中國的獨特的經濟、政治、社會背景以及人口，对吧？是斷崖式下跌，对吧？這中國的制度啊、經濟制度等等，跟美國、日本啊都完全不一樣，不是一碼事。我們賣的是鋼筋水泥，人家賣的是連地帶房子，這第一個就完全不一樣了。你不能機械照搬照抄啊！雖然說我們70年以後，你再續點錢，這個房子你還是你的，對吧？但是呢，畢竟地不是你的，你只有地的叫什麼？叫使用權，你只有房本，你沒有土地證。你看它這個這麼重大的區別，它不談。第二個區別就這都是肉眼可見的啊，就是說咱們人口，你看看，2025年是982萬，是吧？還多少？是782万吧？總之断崖式下跌。哎，他不說了。那美國人口它掉了嗎？没掉啊，对吧？或者它掉沒那麼嚴重。你香港人口呢？香港人口也沒掉啊，人家現在什麼優才計劃，它吸引了大量的內地的人口過去。那你說咱們從哪兒吸人口呢？從非洲嗎？所以說咱們宏觀環境等等都存在着根本的差異，不能簡單的套用不变規律框架進行對比，否則可能導致對當前市場誤判和政策建議的偏差。你比如說這個孟專家對國際案例的機械對比，忽略了各國房地產市場的結構性差異，無法直接移植到中國。美國2012年這個危機以後房價上漲5.9%為例，他強調低利率驅動的量價齊升，但是美國房地產高度市場化，私人土地所有制和聯邦儲備系統貨幣政策與中國截然不同。中國土地國有制度決定了政府在供給端的絕對控制，房價上漲往往受限購、限貸等行政干預制約，而非純市場力量。日本2013年安倍經濟學的寬鬆政策雖激活東京等地價，但日本整體樓市長期低迷，源於人口老齡化和債務危機。中國當前也面臨着人口红利消退、人口老齡化、新生人口断崖下跌的这些問題，人口負增長。但日本的失去了30年，更多的是泡沫破滅後的結構性衰退。所以說這個都不一樣。這個安倍經濟學它也有後遺症就是日元貶值和通脹壓力。你套用到中國的樓市2023年到2025年，咱們也搞了很多降準降息、放鬆限購，雖然刺激了一定的成交，但房價整體還在下行，對吧？甚至2025年下半年一線城市補跌加速下跌，現在很多二線城市價格還是一直在下跌的，就沒有任何回頭穩住的跡象。這說明量價齊漲並非必然，而是取決於宏觀環境。如果供給過剩或者債務槓桿過高，量價可能不伴隨就是量漲，不會出現價漲。就是我們現在老百姓的槓桿率已經很高了我記得以前咱們說過一個數據是吧？這個80後大部分是有房貸的，90後也有房貸，只有00後還沒來得及貸款買房。你說你再怎麼加槓桿，2010後的人就少了，對不對？你還指望他們加槓桿？你這邊拼命的在造房子，誰去承接嘛？另外一個對吧？只談這個什麼樓市價格漲了，
只談什麼成交量漲了，但是再次忽略了泡沫，对吧？过去20年不就是展出泡沫出来了吗？现在是泡沫破裂啊，你现在又让它涨，这不又是新的泡沫吗？这不就是周而复始。2016年中国楼市热浪后啊，调控收緊导致房住不炒的政策，房价回調，使得投資者面臨虧損。這個確實啊，一線城市2016年以後買房的恐怕都不賺錢了啊。如果你是貸款買房的，肯定是不賺了，因為你那個銀行利息對不對，付的比較多。恰恰就是從2016年開始調控，就提出房住不炒啊。所以這也說明啊，復甦不是線性，過度樂觀的預期可能反噬經濟。這個孟小苏雖然作為房地產行業的一名老兵親歷者，參與過很多事情，但是他也可能帶有這個樂觀的偏差，也就是這麼幸存者偏差嘛。很有可能啊，他對當下年輕人的這個生存狀況缺乏了解，一味的強調這個房價穩住，房價要漲，在沒有研究清楚這個房價上漲如何傳導到韭菜的收入上漲，他這個沒整明白。這個當然了，咱們也不是專家啊，咱們只能說現象。我們一直說的吧，你從2000年開始，那個時候北京市啊，到處都是1000平米啊，1000塊錢1平米的房子，那個時候大家工資好像是800、500一個月，這個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麼呢？就從那個時候開始，房價和韭菜的收入開始比賽，對吧？我們這麼理解嘛？結果結局是房價漲得太快，而韭菜的收入漲得沒那麼快，不就是出現問題了？泡沫就這麼出現的。如果韭菜的收入和房價是同步的，那你也很難说現在樓市就有泡沫，因為你的收入在哪兒？那現在就是專家就應該把這個要分析清楚，為什麼房價漲得快，收入漲得慢，對吧？財富去哪兒了？為什麼不同步？好，你現在又要房價漲起來，說房價漲了，對吧？專家不管是這個馬光遠，還是什麼任澤平，還是姚洋，還是這個孟小蘇，他們的觀點就是你看樓市很重要，這個咱們都承認啊，樓市非常重要，影響了各行各業，房地產上下游多少人呢？是很重要，對吧？是支柱產業，沒毛病啊，全球都是，美國也是，澳大利亞也是，房地產都是支柱產業。好，那問題是你現在又要房價漲的時候，你怎麼樣？你第一次對吧？房價漲導致泡沫，韭菜的收入沒漲，你現在又要房價漲，你連病根還沒找到，對吧？什麼原因導致的收入不漲，房價漲？你現在又要房價漲，然後你說只有房價漲了啊，韭菜的收入才會漲，這個是不是有點牽強？因為第一次你就房價漲的收入沒漲那麼快，導致房價垮下來了，泡沫嘛。我覺得這些專家啊，他的問題就在這兒，沒有把第一次啊房價和這個收入脫鈎啊，脫離了這個收入，出現這麼大的泡沫，如何在第二次的時候怎麼規避它，對吧？你病根還沒找到，你怎麼談得上這個避免呢？如果你說病根找到了啊，現在房價沒漲10%，韭菜的收入能漲20%，你是這樣說的話，那大家都有信心。如果房價一穩住，大家韭菜的收入也穩住了，就業也穩住啊，這個房價往上漲10%，韭菜收入漲20%，那韭菜又得衝進去買房了。所以我認為啊，就是這些專家呀，就是為了穩房價而穩房價，也不能怪網友批評他們啊，網友就懷疑他們是不是在炒房，对吧？韭菜就覺得他们沒有向着韭菜說話嘛，對吧？你只是籠統的告訴韭菜，你現在找不到工作，你現在這個降薪都是因為房地產拖累，你房地產在下墜，耽誤了中國經濟發展，所以你就業難，你這個工資低，你降薪，你沒有把這中間問題說清楚。房價下跌，韭菜吃了虧；房價上漲呢，韭菜也沒占便宜。那你說怎麼辦？有個網友說啊，說北京的新房量縮價穩的真相，就是說成交量縮了，但是價格穩住了。說是新房啊，說買得起的越來越少，買得起的越來越貴。2025年北京新房市場很分裂，成交量創近7年的新低，但均價卻逆勢上漲6%，逼近歷史最高點。背後真相是市場已徹底進入改善為王的時代。雖然上海也是這樣啊，新房價格一直在漲，那個實際上是一個錯覺，對不對？數據顯示，單價10萬每平米以上的高端項目成交量暴漲86%，套均總價達到768萬元，戶型上3居4居占比近80%，總價1000萬以上房源成交占比超20%，雙雙創下近年新高。與此同時，小戶型低總價產品持續萎縮。實際上我這個解釋一下啊，這個數據就說明剛需在萎縮，韭菜買房的越來越難，但是改善的還是在增加的。改善什麼意思啊？就是那些賺到錢的，畢竟還是有的。你像上海那個30萬一平的房子，豪宅，
2個億一套的，照樣日光嘛。北京也一樣啊，總價1000萬以上的房子还是有人買的，虽然成交量少，但是價格摆在那兒，剛需的韭菜已经越来越少了，有的干脆是观望了，放棄了买房的想法。但是至于这個新房價格上漲，那都是因為是現在得房率高啊。你以前買個房子建築面積100平米，對吧？使用面積只有80不到，你現在買個建築面積100平米的，你到手啊恐怕是120平，那你說房價漲了不是正常嗎？對吧？漲一點。市場分化劇烈，核心區高端盤靠產品力熱銷撐住整體房價，但庫存壓力巨大，近60%房源滯銷，尤其分布在遠郊及產品錯配區域，去化周期拉長至29個月。展望2026，預計市場繼續築底分化，核心區好房子價格堅挺，外圍區域任承壓，政策以穩預期為主，開發商必須靠好房子說話。對購房者而言，普漲不在，選對區域和項目是關鍵。所以這也說明啊，這個所謂的樓市小陽春呢，恐怕就是真的就是小陽春，是曇花一現了。1、2、3、4這幾個月一過啊，就要露出原形。新房價格漲了，但是賣得慢，賣不掉，去化慢。我們再看一條新聞啊，說這個天津啊也向其他城市學習啊，向其他的城市致敬。致敬什麼呢？說天津的二手房成交價也不顯示了，調價的歷史數據也不顯示了。說老有中介拿個房子，然後開始分析這房子是2021年開始掛的，每年降多少？哎，這些東西不讓你看了，二手房成交價也不讓你看了，開始盲猜拆盲盒，說可能是太難看了，一掛牌掛好幾年，價格降了10幾次，比最初掛牌都腰斬了。歷史成交數據是作為買家賣家參考的锚點，現在也給不讓你看，這個能擋住這個樓市下行的趨勢嗎？你越這樣的吧，大家越慌，越覺得這房子還穩不住，這個就是掩耳盜鈴啊。越這樣，那中介越能上下其手，對吧？那就是開始就壓這些房東 PUA 房東嘛，因為房東也不知道這成交價，殺了會叫的公雞，天就不會亮，就這意思啊。我們再看啊，北京日報報道啊，說長租市場30歲以上租客占比超50%。近日2025年長租市場年度數據發布，揭示了住房租賃新趨勢。數據顯示啊，2025年長租機構30歲及以上租客人群占比超50%，家庭化、改善型等30歲以上租客已成為租房市場新主流。值得關注的是，2025年全國重點10個城市長租機構租客續約率同比提升近8%，房源平均成交周期較普租縮短7天，穩字構建出長租機構居住粘性，續約率高，客存穩定，成交迅速，租房正從階段性過渡加速轉變為長期化生活方式。這個北京日報報道的啊，這字少啊事大。首先啊，說明這個從消費者來說，從這個韭菜來說，越來越多的人接受租房，對吧？你看30歲以上的租房越多嘛，那这個很多都已經成家了，對不對？哎，人家也結婚，他也不買房，就租房，哎，說明越來越多嘛，這就是觀念的變化。那這說明這個樓市好還是不好呢？而且這個續約率啊增長了8%，那說明對吧？未來租房越來越被大家認可。實際上這個的樓市都不是什麼好消息啊，對吧？你不降我就不買，我就租房住。你要降了，降到我能接受，我才買才出手，這不就是博弈嗎？所以這個時候你靠小恩小惠啊，讓這些人不租房子去買房，恐怕會大失所望。30歲以上租房的占比超50%了，對吧？以前都是小年輕剛畢業的租房住，工作個幾年，在家裡人的資助下，對吧？就開始想買房了，琢磨買房了，付個首付是吧？都是這麼過來的嘛。現在人家对吧，30歲以上還繼續租房，心安理得，坦然接受。哎，你總不能說他擺爛吧？就不打算買房。對吧？如果這個趨勢啊得以強化，那樓市還得往下降一降。我們再看網上一個帖子啊，這個帖子不知道真假，事情應該是有這個事情，講的是一個就是30來歲的嘛，正好作者說啊，我是94年的，你不31歲嘛，32歲，老公89年是37歲，坐標深圳，無娃沒孩子。他說我的收入到手是19000，哎，到手啊，公積金5.2K 就是5200，年終獎2萬，那估計是在深圳也是碼農吧，差不多吧。老公月收入2萬1，公積金是8600，年終6到8萬，不是在騰訊就是在華為啊，這些或者大疆啊。他說這是我們的收入啊，這是支出。他說
我們23年底，你看看啊，開始了，說23年底上車深圳，23年在深圳買房，也可以啊，膽兒不小啊。說房貸每個月13000，至今還了18個月，約24萬，車剛還完25萬的貸款。這車什麼時候買的呢？說22年底買的一輛30萬的車，首付5萬啊，貸款25萬的。買房的短期借款，他買房的時候還借了錢啊，25萬，說馬上可以還完，基本清空我買房後的存款。她老公啊還在學 MBA， 學費18萬，不打算提前還了，全部還完則他存款也為零，暫時不還，就他手上还有20萬的存款做投資。說存錢，說22年底买車，23年底買房，至今連續加槓桿啊，買車也是加槓桿嘛，買房也是加槓桿。說25萬短期借款加30萬買車加18萬學費加24萬房貸，再加上首付129萬，中介費稅費8萬，簡單翻新12萬，也就是說2022年底到現在一共花了250萬，這250万是真金白银啊，从就是4年吧。作者說啊，如果以上这些都不做，说我从2022年開始啥也不幹，則我有跟她老公啊有250萬左右的存款，可是我幹了這些，我現在身上說存款為零，1毛錢沒有，這是什麼意思呢？按理來說啊，這倆人收入還是不錯的，應該是高收入對吧？但是啊，在這個背景下，23年深圳加槓桿買房再裝修，然後還貸款買車啊，他現在房貸一個月13000，他們2個人啊，只要有一個人失業，那基本上就夠嗆了，因為他們沒有積蓄啊，已經花完了，現在就2個人一個月啊4萬塊的收入，什麼公積金你沒有工作了就沒有公積金，所以他倆人只要有一個人失業，日子馬上就緊巴巴了。那個車你每年那車上要花幾萬塊，保險費用、加油等等啊，上 NBA 那是更是完蛋，因為那是個高端交友平台，你不能說我就交了18萬學費就行了吧？那去了之後要互相請的吧？今天是這個同學做東去那個會所，明天是那個同學做東，哎，請到他們老家，什麼要找一個很別致的地方，這是一個高端交友，學費18萬，你還得準備100萬來花，對吧？這中間還有遊學啊，去美國或者去英國，你不去嗎？同學都去了，所以說你別看他哈，那現在2個人有工作啊，月入4萬，但只要有一個人一失業，馬上就是所謂的叫中產返貧，小馬拉大車啊。當然了，他是高收入群體啊，也經不起折騰，也是非常脆弱的。一個32了，一個37，失業就在眼前呢，扛不住1-2年，必然有一個人要失業。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